观众朋友，食饱未？老师平平安。安平安。哦，咱今仔日行两个所在，你看我后壁即个，其实咱无去过了啊，但是咧，这嘛是足水诶哦。为虾米会讲到即个所在无去过，搁要讲哦？这个无名诶所在。嘿，无名，但是非常诶水。啊来，老师后壁即个，就是咱坐船无小心去看到诶落船诶所在啦吼，无小心看到。嘿，结果无迄个等下吼爱看到后壁，因为后壁有迄个录影，老师会录迄个咱坐船诶，坐船诶录影。是，所以爱看到最后吼。即个是无小心看到，结果转去找了后，发现这是一个啥物？这是一个这纪念西西公主诶。嘿，真特别诶所在哦。所以咱讲纪念诶这荷兰茨约瑟夫皇帝。对，就是纪念50年啦吼，什物登基50年诶纪念教堂啊吼。本来想讲，这是啥物阿西西方奥西西吼，即个名足奇怪啊，而且足少人去即个教堂，因为这是较远诶吼，伫维也纳即个所在吼，因为坐边啊，算做较边啊，较偏僻诶所在。是，所以看到诶吼，但是真正是足水诶吼。所以咱来看觅啊，为虾米咱顶礼拜讲到西西即个人吼，真悲哀诶，真悲哀诶款，无自由。政治拢伊插袂着啊，因国家诶政治拢无法度互伊插着。因大家不过伊吼有哪有一寡代志通咧做，咱对遮地当看着。对哦，其实伊有做一寡足好诶代志呢吼。所以咱今仔日就是要为咱也有去火车站吼，去维也纳火车站边啊，遮就有一个美景宫吼。你为遮慢慢仔甲伊行去吼，会当其实坐船诶伫即个所在啊吼，坐船差不多伫遮，所以你若坐船，你会当安尼坐一日为下骹坐去，搁坐来遮吼，倒伫遮落船吼。会当看到即个教堂，无其实你若慢慢啊坐车啊吼，坐用行诶嘛是行会到啊吼。即个就是叫做圣方济各，这足歹念。Saint Francis of Assisi 吼，所以你来看，一个就是咱为船边吼，码头边啊翕诶吼。坐船到算做多瑙河伫遐上岸伫遐上华上华以后，你就看到即间教堂啊。是，为虾米伊叫做墨西哥教堂？墨西哥教堂啊，因为即个所在叫做墨西哥广场。所以叫做墨西哥教堂。是。所以1898年到1910年，为着要纪念伊在位吼，就是讲皇帝法兰茨约瑟夫一世，伊在位50周年纪念。即个就是西西因翁啦吼。对，西西就是伊丽莎白皇后。对。真内底有一间叫做伊丽莎白诶祭坛，起甲特别水，即间特别好看其他诶拢安尼烂无好看。即间上水，因为即间是红十字会所募款来起诶。为什么红十字会咱会募款来起？即个咱关乎红十字会，毋是拢去救济别人诶嘛？对哦。即个所在电倒病，你敢知影什么原因？对，等下老师会讲对无？咱先来看即个教堂，即个顶悬吼，即个其实是西西公主的，毋是玛利亚哦。伊丽莎白啦，就是西西公主啦。是，就是为着要纪念伊吼，去募款来起的一个教堂吼。所以非常的水哦，因为伊住诶所在足水啊，咱无看到顶礼拜迄集诶吼，一定爱去看者吼。就是咱讲着为虾米？红十字会对无？就是国际组织啊。伊总部就是设伫日内瓦，日内瑞士嘛吼，瑞士的日内瓦伊设立，1863年就成立。当时奥地利吼就已经参加做会员国。
你敢知西西里？我讲，咱拄则讲西西里伊个国家内底政治拢无伊咧插，伊无插的机会啦。所以伊伫遮吼，伊伫红十字会来讲，伊就完全投入。所以1898年西西吼，就互人邀请去日内瓦去开会吧。伫遐就因为伊无带什么保护的人，伊干那一个仆人，就对因两个人就行，结果一个就伫遐互人家互人家倒甲刣死啦。是。就是这个乌边日内瓦乌边。所以历史是议会历史就感觉讲，安尼真唔好呢，真歹势呢。拢请伊来去共刣死所以就发动迄个就是伫遐关市来起一个纪念礼拜堂纪念教堂。这个这段就是安尼纪念也就是红十字会募款来起的。所以叫做迄个红十字会教堂为什么伊会安尼？红十字会为什么对皇后遐尼感动？遐尼听这个皇后有原因就是伊毋是住伫，因为伊无爱住伫侯府堡无爱住伫什么美景宫、美泉宫，伊拢无爱。这宫殿咱有看过拢足水，拢无爱去住，因为伊遐真无自由嘛。所以就因皇帝呢，因皇帝翁就甲伊安排讲，安尼好，你去伫足远的所在，伫维也纳足远足南边的所在，有一个叫做拉克森堡宫这草地啦，草地所在一个规只对维也纳，规只点击规只，是，所以伊上爱来讲结婚到伫遮时间也较久啦，像讲伊要生第三个囝，就是独一个后生的时阵，有哪伫遮生的啦。所以伊上爱即个所在上爱即个所在，但是当普法战争的普鲁士甲奥地利普奥战争的时阵，奥地利足侪兵仔拢受伤，所以伊就甲伊住的所在开放之后。有受伤的兵仔来住，就变成病院就对啊，甲这个所在改做病院。这是奉献伫红十字会，所以红十字会就因为安尼就认同伊是第一类的保护者。迄阵都成立无偌久，搁一个奉献来完全的投入，将伊住的这个拉克森堡宫。奉献做病院，安尼是毋是袂歹？真好诶代志。因为叫做红袖代言。对啊，伊代言就国际红十字会就安尼足紧就发展起来。每一个国家拢有，我会记阮细汉诶时咧读册就已经有红十字会，迄阵拢就爱交一个人1箍。一个人交1箍，要创啥？要红十字会邮票，邮票有啥物路用？拢无路用。系啊，我嘛有呢，交阮这个都有啊。一张1箍。系啊，你会当买较济，一张1箍买较济就较济钱。对，就是咧帮衬遐需要的人需要帮衬的人，红十字会嘛，就是即款。所以战争的时拢有红十字会伫遐出动。我毋捌住过遮尔水的迄落毋捌看过，应该是安尼讲。病院，即位已经改做病院，遐尔水其实真正是西西公主。一个宫啦，一个宫啦，一个王宫啦，甚至人足侪皇帝，毋是拢伫逐个山头啦，还是草地所在、较水的所在的，做一个王宫嘛。对所以其实伊会当活了做个快乐啦做喜乐对无？毋免讲忧忧愁愁伊会当去做一寡帮助人的代志所以
是伊顶礼拜咱有讲伊帮迄个奥匈帝国吼，就奥匈帝国的成立，就是因为伊民族来成。红十字会伫遐会逐渐发展，也是因为伊，所以狮子公主毋是干那水尔，伊若有做者，伊想要做，只是伊迄阵无法度通做，因为真的古早王宫内底一寡人事的问题啦，互伊拢袂当喘开。咱来看圣经啊，看其他圣经吼，箴言的10章22节，耶和华的祝福互人好业，也无掺油门伫内面。咱普通祝福啊，个有油门就讲你好业，互你好业，但是你做者忧愁。这毋好，遐毋好，烦恼钱要囥对，安尼。烦恼这烦恼遐，啊若无就是啥物身体无好啊，逐位拢无好。但是上帝的祝福吼，上帝的祝福来讲是无掺油门。你好业还袂讲烦恼钱无当囥啊。会对哦，有当囥会当来啥物关乎我对无？诗篇122篇127篇第一节哦，厝体若毋是我去做伊的人就空空着磨。兄弟若毋是我固守，就固守的人空空敬请。就是讲你厝体若毋是我去做的，啊你所有着磨拢空空。着磨是啥物啊？着磨就是讲劳碌啦。打拼。你所有的劳碌拢是。就是毋知你无用啥，啊用一寡无用气质啊，逐项拢无得到。叫做着磨，着磨就是很劳碌的意思吼。来兄弟若毋是我固守。固守人空空敬请，就讲你足认真咧顾迄个兄弟，你个城门顾甲足好，若毋是我你个顾，算做你有哪是空空来，你个敬请，还是你个啥并无路用，所以咱逐项代志爱我靠呀我，知影讲咱的是咱的所在对无？咱的产业。若有上帝来顾，是毋是比咱家己顾搁较好？实际上是足赞的哦。所以若袂明白上帝的人吼，会当去附近的教会来找求哦，伊嘛咧等你呢吼。其实咱会当活了做安尼轻松吼，毋免烦恼讲即个。逐工吼，我有遇着一寡人，逐工烦恼讲伊的钱去互偷去，逐工讲，即个银行吼，最近其实有做侪种代志对无？银行的簿仔拍开，发现内面的钱拢无去啊！其实做侪骗的，嘛是银行有一寡问题吼，毋是会当保障的啦吼，无保障的，但是上帝伫上帝遐起的厝是有保障的对无？咱以后的厝吼。是有保障的吼，所以咱来看，其实咱这是坐船的时吼，伫维也纳多瑙河边，河边吼，拢画红啊，画甲真水吼。对哦，你若毋捌的人会感觉真爱乱吼。我有朋友来讲，为什么这个维也纳多瑙河乱睇过？其实你真少甲看吼，伊是足水的，伊毋是睇过吼。这大河咱迄天去，其实是。落雨吼，所以阴暗吼，但是嘛是足水的吼。那个光线无好，是光线无好，但是会经过一个湿地公园吼，是足水的，足侪足侪鸟啊，即拢水鸟。是足侪生态吼，因为咱有坐船的时候经过遮个所在啊吼。来，这是多瑙河之波啦，这就是多瑙河之波。你有听过这首歌吼？真正老师迄个足水啊吼。来，这就是咱讲的吼，只经过其实是为遮吼，安尼晒，安尼洗一轮吼，才有经过湿地，
来佫有经过迄个一个匝道做好耍诶哦，等下咱就会看到，因为用迄个关度无共，所以伊爱啥物？水诶关度差足济哦，差应该有3公尺超过。嘿，对哦，所以伊爱用一个冲水诶方法，用一个闸面哦，甲伊闸水啊，甲冲水冲互船啊水位悬起来。是，所以两个好单，对，两个好单才会平平。对，嘿，所以你坐船是即条线吼，叫做 A 线啊吼，伊有 A、B、C 对吧？你若来坐是，你爱坐 A 还是 B？B 是位顶悬吼，啊 A 位遮，你就会当看到即个匝道吼，做好耍诶吼。啊，所以咱是为即个所在吼，咱拄仔讲美景宫行到遮，啊来坐船了，安尼驶驶驶一轮，看到湿地公园，啊落车落船诶时，看到即个教堂，对无？水闸啦，匝道叫做水闸。哦，水闸，哦，你会遇到水闸，啊过去了落船吼，会当看到即个即个教堂吼，就是咱讲诶即个教堂，所以咱会来当斟酌看，这就是为船顶悬翕诶吼，足水诶所在吼。好，安尼咱先来看老师翕诶哦。就是讲，即摆音乐背景音乐叫做二胡啊。哦，是台南频道即个船顶悬会当食，吼，你会当来听。会当食，伊会互你一杯咖啡。啊，佮有遮有名诶苹果派哦，佮有维也纳炸猪排，所以你来体验一下，你会当伫船顶一边食，就是即个船诶有2站。你的吼，所以无啥物人了，足好诶。所以逐个人拢来遮吼，来遮翕相，来去外口遮。有人问讲，你为什么多瑙河毋是老师要解释。毋是蓝色多瑙河，因为在落雨啊。对啊，来遮诶人拢会问我即个问题，所以咱来到即个啥物问？老师讲即个是。迄个水闸啊，迄个水闸，因为头前后壁拢炸起来，啊，中吼，迄甲伊灌水哦，水拢啊悬起，悬到顶悬。对啊，喂，你想讲，卖迄个水爱到顶悬才当行，迄个真正是。所以啊，而且等咧10分钟超过。半点钟有哦，差半点钟。伊爱等迄个船，另外迄个。等迄水互灌满。较侪船来诶。另外水已经填起来，迄个水闸里顶悬，咱看到2边诶河水白悬。迄个水闸已经掂落来，阮迄个头前有一个乌诶水闸。无注意看，当个倒。迄个水闸掂落来，即摆船仔袂当驶出。但这毋是规年冬天拢有诶哦，这是迄个有分种诶船啊吼，热诶时就无啊，寒天就热天、春天都有
寒天甲伊伫边仔吼，无会边仔安尼游一日尔吼，袂当游去后壁下骹，袂当踅一日吼，踅去迄个湿地安尼。非常诶好耍吼，若有来遮诶人吼，你一定爱试看卖啊诶，即个所在有坐船啊来食因遮好耍诶，好食诶吼。啊，今仔日真欢喜，咱会当看着丝丝伊无共款诶贡献，对无？吼，伊诶生活诶一部分。对。毋是干那水尔。对哦，毋是讲迄个人讲水诶人无头脑对，其实伊有足侪理想抱负吼，想要去完成诶吼。观众朋友，你有啥物想要做诶代志吗？你会当写落来，甲咱分享吼。啊嘛，祝福你会当伫上帝内面吼得到帮赞。愿上帝祝福你后一礼拜共款时间，台湾8:10，泰国7:10。澳洲2:10，搁做伙来听老师讲故事。后礼拜咱就是听老师为土耳其转来的故事啊，对无？吼，所以会记得搁甲咱关心吼，介绍你的朋友。好，多谢老师，多谢观众朋友。多谢平安。